Hayır, Kole. Hayır. Tayri， 你怎么了？我认识的一个女孩，马上生日了，我不知道送什么。送苹果14 Pro Max 呀，有实在有排面。哎，那个不行，太贵了吧？跟我一样，就走下叫营养商家的领呀，厂商中年轻，注册升升级就能了苹果14 Pro Max 了。他会稀罕这个吗？放心，厂家还准备了华为P60 Ultra，都是国行制，别人他挑吗？这升级难吗？不难，轮着我走下叫连接5秒下载好，说中6元能上68大礼包，甚至更快，手机轻松拿下，完成任务还有额外8000呢。我刚完就去下载一个。好 ，Magis， 去哪个城市？放。季老板，过来！季老板，肚子饿了，我明白了。不要过来，我们手刀。哎，阿达西！阿达西！季老板来了吗？啊，快说。你带了个鸡？带了个鸡。哎，你怎么了？去哪里？啊，你们就柴火吧。
了，叔们。你给我说，天气嘛，现在吃。来，举老板，我太长了。举老板，你家的羊都不是斗鸡吗？鸡哪来的？肉熟了。来。